全世界最貴嗰10架車，你可以想象下，呢啲車唔單止係交通工具，直頭係藝術品同科技怪物，價錢貴到可以買幾間豪宅。全球最貴3000萬美金超跑，竟然買到1000架小米跑車。今日全球之最就帶大家睇下呢啲頂級車款有幾震撼世界。第10位就係呢部布加迪，最勁嘅地方係咩？佢曾經創下世界紀錄，成為第一架突破300英里，即係差唔多490公里時速嘅量產超級跑車，1600匹馬力嘅4渦輪增壓引擎，坐住佢出街真係等於坐火箭。售價大約350萬美元，相當於差唔多2800萬港幣。呢部車唔單止快，仲係好稀有，因為布加迪全世界只係做咗30部，每一部都有佢記獨立編號，買咗就等於坐喺度等佢升值。第9位就係蘭博基尼，呢部係為咗慶祝蘭博基尼50周年而推出，全球只限量9架。佢個外形設計真係誇張，好似一架戰鬥機咁。引擎係 6.5 公升 B12，自然吸氣達到750匹馬力，只需 2.9 秒就可以由0加速到時速100公里，價錢大概450萬美元，相當於差唔多3500萬港幣。你有錢都唔一定買到，因為好多已經俾收藏家收入收藏室。第8位來自瑞典嘅科尼塞克，佢最大特色就係鑽石塗層碳纖維，車身睇落閃閃發亮，跟平時黑色嘅碳纖維完全唔同，好似鑽石咁，所以叫 Trevita， 意思係3倍白色。全球只係生產過2部，售價大概480萬美元，相當於差唔多3800萬港幣。有名人例如前拳王梅韋瑟都收藏過，呢部車出街肯定係全場焦點啦。第7位係帕加尼，帕加尼本身已經係玩手工藝超跑嘅專家，而 iMola 呢個版本更加將空氣動力學推到極致。佢有大量而誇張嘅尾翼、擾流板，好似一架頂級賽車咁，係專為高速穩定性而設計。動力方面， 6.0 公升 P12 引擎可以爆到827匹馬力，價錢大概540萬美元，相當於差唔多4200萬港幣。全世界只限量5部，一樣係珍藏級，市場上嘅稀世珍品。第6位翻到嚟布加迪，布加迪 Divo 係以操控同靈活性絕稱，特登比 Chiron 輕咗成35公斤，仲設計咗更加過癮空嘅動力學套件，即係話 Divo 唔係單純求直線快，而係彎道都好鬼犀利。售價580萬美元，相當於差唔多4500萬港幣。全球限量40架，買車嘅人基本上都係布加迪嘅核心客戶，唔係普通人想買就有。第5位就特別啦，梅巴克 X-Celeron 本身係德國輪胎公司 Fodo 為咗測試高性能輪胎整出嚟嘅一款原型車，最後佢成為咗唯一限量嘅豪華雙門跑車。動力方面搭載一副6公升 B12 雙渦輪增壓引擎，最高時速超過350公里，車身又高大又大氣，望落去就係路上王者。價錢高達800萬美元，相當於差唔多6300萬港幣。更加傳奇嘅係，據講曾經落喺一啲嘻哈教父歌手手上，再令佢人氣更高。第4位係布加迪 Centodieci， 呢部超跑專為慶祝品牌成立110周年而打造。車名 Centodieci 喺意大利語入面就代表110。設計團隊特別向1990年代經典嘅布加迪極110致敬，將當年標誌性嘅線條同細節元素重新演繹，再融合 Chiron 嘅底盤技術，呈現出一種跨越時代嘅獨特美學。全球限量10部，每一部定價高達900萬美元，折合港幣超過7000萬。由於數量極度稀少，買家清一色都係布加迪嘅頂級尊貴客戶，其中包括世界級球星 C 朗，令 Centodieci 不單只係一部性能機器，更加係身份同地位嘅象徵。第3位就係舉世矚目嘅 Rolls Swepto， 呢架車由品牌為一位頂級富豪收藏家度身定製，設計靈感源自豪華遊艇同經典流線車身，從車尾望去，線條如同遊艇甲板般優雅延展，將工藝同藝術結合得淋漓盡致。車廂內部同樣極盡奢華，木材、皮革以至最細緻嘅裝飾，都係嚴選自全球最頂級嘅物料，彰顯出對完美嘅極致追求。Sweptail 售價高達1300萬美元，折合港幣超過1億，曾經創下全球最昂貴新車紀錄。勞斯萊斯一向以量身定製工藝見稱，而 Sweptail 就成為咗呢種非凡工藝精神嘅最佳象徵。第2位就係神秘非凡嘅布加迪 La Voiture， 車名直譯為黑色之車，設計靈感源自1930年代傳奇希世經典 Type 57C Atlantic， 全車全球只此一部，工藝水平早已超越超跑範疇，被視為收藏級藝術品。雖然同樣搭載布加迪標誌性引擎，但外觀線條更加流麗優雅，將力量與美感完美融合，造價高達1800萬美元，折合港幣超過 1.4 億。至今真正嘅車主身份仍未公開，坊間盛傳可能來自名人或皇室成員，令呢部黑色之車更添神秘色彩。
第一位由勞斯萊斯 Boattail 坐正頭把交椅，呢架傑作被譽為品牌工藝嘅頂峰，設計靈感嚟自遊艇美學，車尾線條充滿雕塑感，仲暗藏一套專屬店會裝備，包括香檳雪櫃、精緻餐具同自動開合嘅太陽傘，將架車變成流動嘅豪華派對場地。每一部 Boattail 都係花費幾年時間，按照車主個人喜好度身訂造，全球只得3架，價錢高到2800萬美金，換算成港幣超過2億2千萬，到而家仍然係全球最貴新車嘅紀錄保持者。雖然個別買家身份冇公開，但係外界傳聞其中一架係屬於國際巨星夫婦嘅收藏，更加凸顯出 Boattail 唔單止係工藝結晶，仲係極致身份同地位嘅象徵。今日就帶大家睇勻全球最貴嘅10架車，由幾百萬美金到差唔多3000萬美金都有。雖然我哋普通人真係未必買得起，但係望住呢啲會行嘅藝術品，都算係一種享受。大家覺得邊一架最吸引你？快啲喺留言話我知啦！記得 like 同訂閱全球之最，分享俾朋友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